啱啱過去星期日做咗一間 YOHO 系列雙破頂嘅成交。今日你嘅置業拍檔 Alvin 帶你嚟睇一間性價比同樣高，而且景觀戶型亦都差唔多嘅單位。今日嚟到 YOHO Hub 嘅第5座。入到嚟門口係一個雙子門嘅設計，而且走廊位發展商係裝修咗嘅。咁大家收樓嘅時間亦可以參考返發展商設計師嘅設計。跟住落嚟，我哋介紹咗個廚房先。廚房兩邊櫥櫃設計，收納空間非常之多，而且亦都配備一啲蒸焗爐啊、5件頭嘅爐台。廚房佢會帶一個陽台嘅位置，呢個陽台俾你工人姐姐晾衫或者放一啲潔具。再入到去睇埋間保姆房啦，保姆房咧亦都係咧帶自己一個獨立嘅洗手間。客廳空間非常之夠，發展商喺呢度擺咗張8人嘅餐台。之後我哋參觀埋個客廳，客廳嗰個空間距離亦都非常之充足。最主要就係呢一個單位嘅景觀，同我哋剛剛成交嘅雙破頂單位景觀係如出一轍嘅。間嘅套房先，呢間套房好適合俾家中嘅老人家用。因為先麻煩你幫我影一影嗰個洗手間。洗手間發展商係用一個企缸嘅設計，睇到交樓標準，亦都非常之實用。跟住嚟到我哋嘅睡房區，左手邊係浴室，帶有呢個窗戶嘅。咁然之後咧，我哋可以睇埋啦兩間嘅客房啦。兩間客房面積相若，都係落地玻璃，而且都係同個景觀嘅。主人套間，發展商喺呢一度，大家可以參考翻發展商可以喺度做個合入式嘅大衣櫃，而且啦，發展商亦都做咗個梳妝台啦，同埋一張40尺半嘅床，而且望出去景觀咧，亦都係咧望翻我哋深圳灣啦、福田啦等等嘅地方嘅。介紹埋主人房嘅浴室。呢個浴室絕對係一啲6星級酒店嘅設計，有企缸啦，而且亦都有浴缸。呢啲亦都係咧發展商嘅交樓標配嚟嘅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多啲樓市嘅資訊，歡迎喺下面片段留言俾我。多謝大家，下次見，拜拜。